在患者的背部以滚法施术，滚法，全身做32次。再在腰部左往右做20次，这样患者的肌肉得以放松。做100次，用拇指，双手拇指在大肠腧、阳阳关、会阳穴、环跳穴各做100次。大部是在右侧腰椎4、5椎的右侧发病，就在这样，使患者左腿在上，首先呢给予活动，这样使患者呢有个充分的准备，减去他的恐惧之心。时机一到，给予在患者的双手中指放贴到腿部，他的中指就是风市穴，点按100次，足三里点按100次，三阴交、内环、胫骨内侧上3寸点按100次，然后肝经在足部的大指、二指中间下窝处点按100次，疏肝理气。因为肝主筋脉人的全身筋脉呢，肝脏来统管，所以这样呢疏肝理气，病人呢就感觉全身气血疏通。最后双腿轻轻的按住双腿做旋转，腰部旋转，左右各做12次，前后也做12次，最后放下，从腿部大腿部腹股沟处向腹部顺推16次，这样使患者的肌肉放松，气血得以疏通，舒筋活血，然后使患者休息1天。